大家平安出头天，我是讲推。某面哥头一天上班，头家讲要请伊去厝里食饭，甲住址讲互伊知。某面哥甲伊写落来。头家问：你敢有囡仔？无。头家讲：我有3个，因的年岁3天，偏偏14，3成偏偏阮兜的门牌番。安尼，你敢知影因几岁？某面哥想一困仔，讲毋知。头家讲，迄嘛袂要紧，毋过上大汉迄个足够单记大，我则叫伊表演互你看。某面哥讲，安尼我知影因几岁啊？要问这3个囡仔的年岁。若要家己算，就先甲影片动咧，算了才转来看。若无，咱过3秒钟就来解答。雄雄一个看，咱就简单知迄3条线3天是14，别项也拢毋知。真足想，某面哥一起欠无明白，落尾手才明白，这就是解答的关键。咱先为所在的开始看，年岁是正数，年岁毋是负的，年岁3成是门牌番，都毋捌听人门牌番是0。所摆这3条线3成毋是0，就是3条线拢袂使是0，就知这3条线是正的正数。3条正正数3天要得14，这拢总有16种组合排列伫遮，也学得明白倒落一个才是要爱。因为咱所在真少，袂明白是正常。某面哥搁知迄门牌番，却犹原袂明白，这是安怎？来看这16个组合3成所得的数，设使迄门牌番是30，安尼3条线3天是14，3成是30，就简单积30这3条线才有法度。某面哥想一困，就应该爱明白，事实却无法度明白。迄的确是这门牌番通为2种以上的组合3成来得。看这列单，若门牌番是40，或者是门牌番是72，虽然拢有2种组合来得，就知这另外12种组合拢毋是解答。单剩4种组合，是这内底倒一种呢？就看某面哥落尾手是安怎通明白，就是听到迄句上大汉的囡仔。设使门牌番是40，咱知迄3条线若毋是7、5、8，就是2、2、10。知影这上大汉的囡仔也无利益，犹原毋知是2种内底的倒一种。若准讲门牌番是72，迄3条线若无就是2、6、6，若无就是3、3、8。安尼就简单3、3、8这个组合有一个上大汉的囡仔，2、6、6迄个无。毋则某面哥一个听，就明白这3个囡仔的年岁。今仔日讲到这，感谢收看。若有意见请留言，咱后回线顶再相会。